耶和华上帝所做的只有蛇比产业一切活物更加狡怪。蛇对女人讲：“上帝敢是真正讲，毋准恁食园中所有树顶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讲：“园内树顶的果子，阮会通食，只有园当中迄丛树顶的果子，上帝捌讲恁毋通食，也毋通摸，免得恁死。”蛇对女人讲：“恁无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影恁食的日子，目睭就明亮，恁便亲像上帝会知影善恶。”就安尼，女人见迄樟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目睭，并且互人有智慧，就挽落果子来食，佮互伊丈夫，伊丈夫嘛食了。因两人的目睭就明亮，才知影家己是赤身裸体，并摕无花果树的叶仔为家己编做裙。天气凉凉的时，耶和华上帝伫园内行踏，迄人甲伊的看守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秘伫园仔内的树木中，闪瞥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好叫迄个人对伊讲：“你伫倒落？”伊讲：“我伫园内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惊吓，因为我赤身裸体，我便秘了。”耶和华讲：“谁讲你赤身裸体呢？莫非你食了我吩咐你毋通食的迄树顶的果子吗？”迄个人讲：“你所赐予我，甲我做伴的女人，伊甲迄树顶的果子予我，我就食了。”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讲：“你做的是啥物事呢？”女人讲：“迄个蛇引诱我就食了。”耶和华上帝对蛇讲：“你既然做了这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精生也受较惨。你必用腹肚行路，一生食土粉。我搁要叫你甲妇人人结冤仇，你的后裔甲妇人人的后裔要结冤仇。妇人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伊的后骹筋。”佮对女人讲：“我必做加添你怀孕的苦楚，你生儿女必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”佮对亚当讲：“你既然听从看守的话，食了我所吩咐你毋通食的迄树顶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一生劳苦，才会对土地得食。地必甲你生出刺仔甲棘藜来，你嘛要食田中的蔬菜。你必满面流汗，才得着食，直到你归土，因为你是对土摕出来。你本是土粉，嘛要归伫土粉。亚当甲伊看守号名叫夏娃，因为伊是众人的老母。耶和华上帝为亚当甲伊的看守用皮做衣服，互因穿。耶和华上帝讲：“迄人已经甲咱3工，会知影善恶。即命恐惊伊伸手，佮挽性命树顶的果子食，就永远活咧。”耶和华上帝便赶出伊出伊田园去耕作伊家己的土地，就安尼将伊赶出去了。佮伫伊田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，甲四面灯西发火焰的剑，要防守生命树的道路。